介司寇3天之内要见东天王。放心吧，有3天时间。人甚至连明天干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先回去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侯爷晚安。你们小心给我看着。什么事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不要逼我拔刀。燕大侠深夜来此有何贵干？别的先不提，只为一件事。南某还能帮上你什么忙吗？你已经把玛瑙送给我了，他现在不再是任何人的仆人，他自由了，所以别再伤害他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要伤害玛瑙了？我答应过玛瑙不找你的麻烦，但如果你先动手的话，我就有借口了。他并没有告诉我你给我治伤的药，他也不让我知道你找他打听我的事情。这是他给你的机会。最后一次。请坐。你就是飞头客栈的掌柜。燕大侠，我就是赵钱，在此恭候你多时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吗？你今天要见的人，暂时不会出现。为什么？他有点事儿。我见不到他，你也见不到他。他真的有事儿。他收留了一帮小孤儿。小孩子怎么样？都好，很好。老人家说了，让你完成任务，孩子会很快和你见面的。
明天之内，我要见到这些小孩子平安，否则我是不会替他做事的。我要你的人头，我会随时来取的。赵掌柜，赵掌柜，师爷说你出来很久还没回去，担心你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出来看看。来，走。侯爷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那个叶旗主求见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严大侠，这位客官等你很久了。是吗？他们想跟踪黑鹰到比武的地方后，待燕逍遥一不留神就向他偷袭。他们5个人联手攻击，燕逍遥一定逃不过的。不过我认为八爷不会同意的，到时候会闹得兄弟不和。八哥的性格我明白，到了最后关头，他还是会站在刀爷的一边。只是我担心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剩下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。其实我还是希望你们留给燕逍遥一条生路。侯爷的意思是？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你跟那几个兄弟吵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不同意你今天放过我，所以跟你吵架。我今天没有放过你，我只是明天才对付你。所以你今天特意来守着我，
怕我走了，到时候无法向你兄弟交代，对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今天是来保护你的。照你这么说，他们是来打算偷袭我。不过你这样做，不就变成了飞陀商队的内奸了吗？对，我是飞陀商队的内奸，因为我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。反正我们都是为自己做事的人。不过说来挺可笑，两个无冤无仇的人，晚上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第二天就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只要你是飞陀商队的敌人，我对你绝不会手软。我会非常小心。哼，是你先惹了我们。只要你交出那几个兄弟，我保证，第二天我会平安的送你离开西域。说的倒简单。我听说过一些关于刀爷的传闻，不知是不是真的。我从来不信谣言，只信亲眼所见。他杀了他自己的结拜兄弟，就是赤标的父亲。是，因为他出卖了族人，刀爷忍痛杀了他，救了小孤城，还抚养赤标长大成人。他还劝班勇在西域自立为王。你来杀刀爷就是为了这些原因？可以这么说。姓燕的，到底是谁雇你来的？谁雇我来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刀爷真不该杀，我或许不会杀。如果你不乱杀无辜的话，你这次肯定是来错了。像刀爷这么大公无私、这么豪爽的人，你不会遇到第二个的。我想知道真相。好，少将军班勇忠心为主，但是朝廷却听信敦煌太守张郎的谗言诬告，竟然派特使来抓班勇回京城问罪。刀爷和商队听了以后群情激愤，一致要求少将军不要回京，刀爷拥戴他在西域称王。可是刀爷的建议却被少将军拒绝了。既然如此，柳云龙他们为什么不肯说出真相？这话一旦传到朝廷，刀爷必定会有麻烦。如果刀爷遇到不测，整个商队都会崩溃，我们怎么可能告诉你呢？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出真相？光明正大，怕什么？反正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。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出去的？刀爷说这话的时候，只有我们武堂12旗的首领在场。所以在你们中间一定有内奸。我们中间肯定有内奸，我现在谁也不相信。我想这是匈奴和纣奴的诡计。如果我们找到内奸，我便可以找到雇请我杀刀爷的人。也许你的兄弟还有救。找内奸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与外人无关。那你现在还可以信任谁？我反正不能信任你，但是我越来越希望明天来临，因为我找到一个好对手。你想在什么地方？怎么比？我不告诉任何人，我会一直在这等到天亮。如果你不能交出我的兄弟，我便与你一起出去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会去哪里，只有一个人会回来。
干杯！嗯。你回来了，你看我都好了。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这样好得快啊！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如你先走，过2天我再去。不用了，我困了，睡觉了。
心去吧。如果你要担心玛瑙的话，玛瑙有剑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在这儿的话，我可以马上回中原。不吭声，玛瑙就等你回来，回来再说。是他。走什么？走！
就这里。你想怎么比？我的剑比较好，你的刀比较快。给你个机会，我们各不让对方吃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两个各退300步，然后就可以攻击对方。这。师弟，先带几个弟兄去那边。七哥，四哥说要留个活口。走，走，走。
放！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有埋伏。准备，放！放箭！啊！我信你。冲！上！
道爷，八爷还有点气息。道爷，我看事情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淡淡心点儿，不会太久的。